用電腦用得耐，我哋先嚟伸展下前臂。首先係伸直手臂，將手板向後拉，維持10秒左右。然之後將手掌向下接，同樣都係拉向自己嘅方向，維持10秒。同樣嘅動作，今次到另一邊隻手。再嚟係一個扭毛巾嘅動作，去放鬆前臂嘅筋膜。我哋可以由下至上、上至下咁樣扭勻成隻前臂。呢隻鬆完就要幫返對面嗰隻扭。手握拳頭向外打圈，我哋可以轉個5次。然之後反方向向內轉圈，又係5次。接落嚟就要活動下啲手指，先用力抹開啲手指，然之後又用力握緊個拳頭，來回重複5次。跟住就到我哋嘅肩頸膊頭咯喎，先嚟兩邊膊頭向後打圈，轉個5次，兩邊嘅肩胛骨要俾少少力向內夾，然之後再向前打圈，又係5次。縮上去要用力啦，但係落到嚟個圈落到嚟要盡量放鬆個肩頸。伸展側嘅手臂要直嘅，然之後另一隻手將佢掹向自己嘅身體，應該覺得膊頭嗰個位置係會有拉扯嘅感覺。好，到另一隻手一樣，維持住10秒。接落嚟就啱旁背嘅你做。手掌合十，將手踭放喺台上面，然之後個 pat pat 咧盡量向後移，將個上背係壓平、壓直嘅，成個脊骨要有被伸展拉長嘅感覺。中意嘅可以 hold 耐一陣，或者係重複做幾次都得嘅。接落嚟，一隻手扶住張凳嘅底部，另一隻手將頭向側拉。應該感覺到頸側邊有少少拉扯嘅感覺，一樣維持10秒，然後轉邊，接落嚟就係左右轉。一樣可以攞隻手去輔助嘅。好，返中間，然後再到另一邊。用電腦用手機好多時候個頭都係耷低向前嘅，所以我哋要伸展向後，雙手翹住放喺頸後面，咁等條頸多啲承托，冇咁容易整親。拉嗰陣個感覺係想盡量將個下巴向住天花板方向延伸。接落嚟係一個 Y 變 W 嘅動作，雙手向上延伸形成 Y 字，然之後慢慢拉落嚟變 W。喺側面睇，身體同埋手臂係要喺同一個平面嘅，所以做呢一個動作嘅時候，背肌要用力打開個膊頭。
好，接落嚟到我哋嘅下肢啦喎。先嚟一個坐喺度都可以拉到膕繩肌嘅伸展。坐出個凳邊，將腰挺直向前壓，應該感覺到伸直嗰隻腳大髀後面咧係有拉扯嘅感覺。再嚟另一隻腳一樣係向前壓10秒，將腳掌勾起拉扯嘅感覺就會更加強烈。接落嚟將一隻腳翹起，膝頭向下壓。將腰挺直，輕輕向前壓，就應該已經覺得 pat pat 有被拉扯嘅感覺。到另一邊一樣係咁做，翹起隻腳，膝頭向下壓，然之後身體向前傾，維持住10秒。再嚟係伸展我哋嘅大髀內側，坐出個凳邊少少，然之後擘大隻腳，用一邊嘅手撐開膝頭，咁你應該覺得大髀嘅內側有拉扯嘅感覺啦。一樣維持住10秒。做完呢，就到第二邊。接落嚟，我哋企起身，拍埋張凳，做多少少下肢嘅伸展。先嚟活動下個腳腕，我哋將腳背拱到最前，每邊重複5次。然後換腳，做多5次。然後我哋將腳腕順時針轉5個圈，然後再逆時針轉5個圈。做完一邊之後換腳，向外轉5個圈，然後向內轉5個圈，跟住到小腿拉筋啦，前後腳弓箭步咁企，後腳腳踭要掂地，我哋應該感覺到後腳嘅小腿有拉扯嘅感覺。一樣維持住10秒，然後轉邊。然後到大腿前面嘅肌肉，我哋單腳企，將腳向後屈，維持10秒。然後換腳，之後我哋做一個腿後伸嘅動作，去激活返臀部嘅肌肉。直腳向後伸，返嚟嘅時候曲腳，每邊重複5次。到左腳，接落嚟到深蹲嘅動作，我哋要保持腰部挺直，pat pat 向後推，
想像後邊有一張凳你想坐落去咁樣樣。我哋一樣做5下。最後係一個垂直伸展嘅動作，去放鬆返成個身體，配合呼吸嚟做個效果更佳。吸氣嘅時候向上伸，呼氣嘅時候雙手慢慢從側邊垂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 channel， 仲有分享埋俾你嘅親朋戚友睇。如果大家有咩其他內容想睇嘅，不妨喺留言區話我哋知啊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